Hello，大家好，我係 Matthew。今日咧就係成個申請永居嘅第4條片啦，都係主要想同大家再 follow up 一啲 Q&A 一啲常見嘅問題嘅。如果大家未睇先前嘅影片，就可以去而家右上角彈出嚟嗰一個嘅播放清單嗰度收看咗先。睇完之後咧，就可以嚟翻我哋呢條片嗰度再睇下有啲乜嘢常見問題啦。另外就係如果大家有任何問題咧，亦都歡迎大家可以喺留言區嗰度留言去互相交流咁樣嘅。喺呢條片完咗之後咧，我亦都係會製作更加多關於申請永居嘅影片。如果大家想繼續睇我呢一個嘅永居系列嘅話咧，就可以 comment、like、share 同埋 subscribe， 撳埋隔離個鐘掣，咁下一條片就一定唔會錯過啦。最早可以幾時填表申請永居同 download consent form 落嚟呢？喺 Visa 到期日之前嘅28日咧，就可以遞交呢一個永居嘅申請噶啦。打一個比喻啦，我個 Visa 咧係3月29號到期嘅，最早就可以喺3月1號嗰度遞交永居嘅申請。喺遞交永居申請之前就可以開咗個 account， 然之後填資料，填完資料之後就唔好俾錢住，去到3月1號先俾錢。喺俾完錢之後咧，政府個網站就會 refer 到我哋去一個叫做 TLS 嘅網站嗰度 upload 我哋喺永居所需要嘅文件啦。搞掂晒呢啲嘢之後，撳埋個 submit 掣就可以等消息噶啦。BNO passport 就快到期，要唔要申請翻一本新嘅 BNO passport 先再申請 ILR 呢？申請 ILR 嘅時候咧，其中一條問題就係會要求我哋提供嗰個 BNO passport 相關嘅資料。照字面個意思咧，佢就係話呢一張嘅 passport 必須係要喺未來嘅日子入面仍然有效。英文個原意就係 To be valid, your passport expiry date must be in the future。我自己覺得啦，因為如果唔係特登搶快證啦，都唔知道幾耐先至會 approve 我哋呢一個嘅申請啦。所以如果 BNO passport 就快到期嘅話咧，咁就快啲續咗佢啦。喺香港就讀英國大學嘅遙距課程，譬如係喺香港嘅珠海學院嗰度就讀一啲嚟自Nottingham大學又或者係曼城大學嘅課程，咁使唔使做呢一個嘅 ethics 認證呢？根據英國官方網站表示，如果嗰個學歷係由英國政府頒發，咁即使唔係喺英國本地嗰度讀書，只要遞交學位畢業證書就已經係達到咗英語嗰個嘅要求噶啦。B1 test 淨係得嗰個曲，咁使唔使專登去俾錢去申請翻一張 hard copy 呢？唔使嘅，最重要都係 show 到合格嗰組 number 俾嗰個 case worker 睇，咁就可以噶啦。以下呢條問題咧，就係一位觀眾佢作為子女去問嘅。請問一下，我獨自供養超過65歲嘅父母，因此佢哋淨係得銀行嘅 statement， 又或者係一啲嘅 GP 信，咁會唔會影響到申請永居呢？基本上咧就唔會嘅，咁可以喺翻佢哋兩個申請永居嗰個嘅 file 上面附上翻呢一位子女嗰個嘅出世紙，去證明呢兩個65歲嘅人士係佢嘅父母啦。咁另外咧，亦都可以喺翻嗰封嘅 cover letter 嗰度說明翻佢哋兩個，即係呢兩個父母嘅情況。溫馨提示啦，因為佢哋兩個咧都有受到另外一個人嘅供養，咁所以其實都係要喺翻嗰張嘅 Family Consent Form 嗰度嗰個 Part 3就需要呢一個受養人嘅簽名噶啦。關於 P60 嘅表格咧，其中有幾年咧只係收到呢個 payslip 嘅記錄，咁最近嗰2年先至有 payslip 同埋有一個扣稅嘅總額。第一個問題就係可唔可以自己整一張 P60 嘅表格出嚟，自己擺入去 payslip 個 summary。個別正本嘅 payslip 使唔使全部又或者抽樣去 upload 呢？第二條問題就係最新1年嗰個嘅 payslip 咧係有顯示到全年 payee 同埋 NI 個總額，咁可唔可以直接代替 P60 嘅表格就咁 upload 4月嘅 payslip 俾佢哋就得呢？第一，僱員係唔可以自製一張 P60 嘅表格嘅。第二就係除咗可以顯示近年 payslip 同埋一啲嘅 NI 總額之外，亦都可以詢問翻 HMRC 過往5年嘅就業記錄。究竟呢啲可能好似 checklist 咁樣嘅形式，唔係一張 payslip 或者唔係一張
P60嘅表格，咁 O 唔 OK 呢？咁其實一般嚟講呢，都係可以接受嘅。可唔可以代替到 P60呢？其實官方亦都係冇相關嘅資料。不過其實可以寫翻封 cover letter，説明翻呢一個嘅情況。但係同一時候，我亦都係有呢一個 payee income tax history 嘅文件去 support 我呢一個嘅財務證明。請問 finance 呢個類別入面，其中就話係要提供收據啦。咁想問下係提供邊一類型嘅收據呢？因為一般超市又或者商店嘅收據呢，亦都唔會有咁多顯示到我嘅名出嚟，所以想知道究竟係要提供啲咩收據呢？Costco 咧正常就係會有全名喺個收據入面啦。咁其他一啲本地超市，例如係呢度啊，又或者係 Tesco 咧，佢哋亦都係會有一啲嘅會員 number 嘅。另外透過信用卡俾錢咧，亦都係會記低我哋嗰個銀行卡嘅資料。細查翻落去咧，亦都可以透過會員卡同埋一啲銀行卡去查到呢一個人嘅生活痕跡咁樣嘅。租約算唔算係長期嘅居住證明文件呢？其實如果嗰個租約嘅 contract 嗰個合約係有半年又或者1年以上嘅話呢，都算係長期嘅證明文件嚟嘅。請問學校嗰封嘅證明信係咪一定係要實質嘅紙張嗰個嘅證明，定係學校 send 翻 email 俾我哋就得呢？學校 email 翻俾我哋呢，咁就得噶啦。銀行月結單係咪要提供最近6個月？可唔可以攞嚟做居住證明呢？係嘅，暫時目前嚟講呢，係需要提供最近6個月嘅。如果銀行月結單已經係半年甚至乎係1年之前呢，其實可以攞嚟做呢個居住證明都 OK 嘅。請問如果小朋友冇轉到校嘅話，一份嘅在學證明係咪已經足夠嘅呢？如果小朋友唔轉校嘅話呢，其實一份嘅在學證明包括佢過往去到而家，甚至乎係將來喺呢間學校繼續讀書，咁已經係可以證明到噶啦。另外呢，亦都可以將嗰個嘅學生證擺喺嗰個 file 入面嘅。喺呢5年入面冇任何嘅聯名財產物業，亦都冇受到供養人嘅資助。咁係咪淨係交第1頁嘅 Family Consent Form 咁就 OK 嘅啦？如果係咁嘅情況嘅話呢，只係需要自己簽署 Part 1，即係第1頁咁就可以嘅啦。不過第2頁同埋第3頁咧都要交，因為其實都係要求我哋要交翻份完整嘅 Family Consent Form 啦。只不過就真係需要簽第1頁、第2同埋第3頁可以 cut 咗佢咯。每個 file 上限幾多 MB？ 驚過咗5 MB 唔得。我喺網上見到咧，一般自己申請呢個 ILR 嘅申請者咧，佢哋都話每個 file 嘅上限係7 MB， 甚至乎係7.25 MB 噶啦。咁所以其實基本上過咗5 MB 都唔緊要咯。有啲文件可以直接下載轉咗做 PDF 檔，使唔使 print 完出嚟之後再 scan 呢？有得直接 download 落嚟轉做 PDF 檔嘅，咁就可以即刻轉做 PDF 檔，然之後就上載翻上去嗰個 ILR 個申請嗰度啦。不過咧，其實都最好俾翻一份自己 keep 住咯。第6個 file 係咪要交晒所有文件？其實都好取決於個人。如果真係冇嗰啲文件都唔緊要，有幾多交幾多，最緊要都係唔好過咗7 MB 咁就 OK 嘅啦。幾時實際出 step by step 嘅教學？我自己咧就會喺3月頭嗰度申請嘅，咁最快亦都可能會喺3月頭又或者3月中嗰度就會出一條真係實際 step by step 教學嘅影片咯。冇 scanner，除咗用電話之外，仲冇乜嘢方法呢？可以去附近嘅圖書館嗰度 scan 文件嘅。咁我自己咧都去咗有2間嘅圖書館嗰度去詢問究竟關於呢個 scan 文件相關嘅資訊啦。一間就係喺利物浦嘅南部，而另外一間咧喺利物浦嘅北部。2間都係需要圖書證先入到去嘅。如果淨係 scan 文件嘅話咧，咁就2間都係免費。但係喺 scan 文件再編出嚟咧，咁就要收錢啦。利物浦南邊嗰間黑白色就係20p 一頁，彩色咧就係50p 一頁，而利物浦北部嗰間咧黑白色就係15p 一頁，彩色嘅話就係20p 一頁。戴翻個頭盔先，可能會隨住大家居住嘅地方
唔同，又或者係遲啲未來嗰個價錢有變動呢，全英國嗰個嘅圖書館嘅收費都未必係一樣嘅。呢一樣嘢大家就要自己多多去留意啦。題外話啦，呢度咧就分享最近幾日一個網民分享佢喺24年透過 BNO Visa 去申請永居嘅一段小插曲啦。佢就係有2個小朋友嘅，咁大家都明白喺香港回歸之後咧，基本上嗰啲出生嘅人士佢哋都係冇呢個嘅 BNO，佢哋淨係得香港嘅特區護照啦。咁喺幾年前，英國政府咧亦都係新增咗香港特別行政區，去作為國籍嘅其中一個 option， 其中一個嘅選擇啦。咁喺打字模申請永居嗰一日入面咧，佢就同嗰個嘅申請人講話：喂，你哋喺網上面填嗰個國籍，同喺護照上面個國籍係唔一樣嘅喎，咁係會影響到你哋嗰個申請嘅喎。個問題出喺邊度咧？就係嗰個申請人填佢個國籍係 Hong Kong，但係嗰個香港嘅護照個國籍咧就係寫住 Chinese 嘅，因此嗰個嘅內容咧就有出入啦。咁個職員咧都建議係 mark 翻做 Chinese 啦，跟翻嗰個特區護照嘅資料。個申請人都有解釋翻個原因啦。咁其實即係嗰個職員咧就話OK 啊，你哋自己決定啦咁樣。佢哋一家商量咗10分鐘之後咧，都決定改翻啦。咁因此喺英國嘅人手又或者係個系統入面咧，面對住呢啲咁複雜嘅個案，都係會出現一啲嘅問題嘅。大家如果擔心嘅話咧，就可以喺翻個封嘅 cover letter 就住國籍又或者係種族嘅問題嗰度作補充。上一條片咧，亦都喺留言區嗰度係出咗一個關於國籍又或者種族問題嘅 cover letter 當中嘅 sample。今次咧亦都係會加翻同一個段落入去嘅。如果有需要用到嘅話咧，而家就可以去翻留言區嗰度睇翻呢個嘅 sample 啦。今次呢條片咧就嚟到呢度啦。如果大家想繼續睇關於申請永居系列嘅影片嘅話咧，就可以 comment、like、share 同埋 subscribe， 撳埋隔離個鐘仔。咁我哋下一條片再見啦，拜拜。